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節目，我係你哋嘅主持人阿 Char。各位，今年過咗2個月，你有冇覺得呢個世界變快咗好多？如果你仲以為 AI 淨係用嚟寫下文、畫下假相，咁你真係 out 咗啦。呢個星期即係2月16號到22號，全世界嘅 IT 界簡直係火星撞地球。今日我哋要講幾樣嘢。第一，AI 影片生成技術，Sora 2同埋中國嗰兩間大廠 Calling 同 Cadence 打到難分難解，簡直係荷里活末日。第二，香港科技界喺美國拉斯維加斯 CES 展覽攞咗彩，我哋啲消防機械人真係威到盡。第三，網絡安全警報，依家啲 AI 唔單止會騙財，仲識得誹謗工程師，甚至搞到 AWS 冧檔。廢話少講，我哋即刻入正題。首先要講嘅一定係呢個星期最爆嘅話題 AI 影片生成大戰。大家仲記唔記得2024年 Sora 第一代出嚟嗰陣，成個世界都嚇親。嚟到2026年 OpenAI 正式推出咗 Sora 2，呢個版本唔再係幾秒鐘嘅片段，佢依家最長可以生成25秒嘅單一鏡頭，而且仲內建咗個 Storyboard 分鏡腳本編輯界面，即係話你唔使再求神拜佛，希望佢生出嚟嗰段嘢啱心水，你可以好似導演咁喺中間加唔同嘅 prompt，控制成個故事嘅連貫性。但係 OpenAI 依家面對嘅對手係中國虎，快手 Kuaishou 啱啱出咗 Kwai 乘3.0，呢個 Kwai 乘3.0真係好誇張。佢係全球首個支援原生 4K 60幀每秒嘅 AI 影片模型。60幀每秒係乜嘢概念？即係你睇運動片、動作片，完全唔會覺得窒。佢仲有個動作筆刷功能，你喺張相度畫一筆，個人就跟住嗰個路徑行。講完國際巨頭，我哋講下香港之光。上個月底到呢個星期 CES 2026消費電子展嘅餘波仲喺香港 IT 界蕩漾緊。今年香港科技園 HKSTP 同貿發局 HKTDC 帶咗成61間本地 tech firm 去 Las Vegas， 係歷年來規模最大嘅。當中最威係邊間 ？Wide-mount Dynamics。佢哋研發嗰部 AI 智能消防機械人，竟然攞咗 CES 2026嘅 Best of Innovation 大獎。各位，呢個唔係普通獎項，係全球科技界嘅奧斯卡。呢部機械人係專門設計喺危險環境工作嘅，佢可以用 AI 識別起火點，仲可以喺濃煙入面透過紅外線演出被困嘅人，甚至可以自動規劃逃生路線俾消防員。除咗消防，香港嘅 health tech 都好勁，有一間叫 Ailing 嘅公司出咗部 Fata Lab， 呢部嘢係全球首部用 AI 驅動嘅手提脂肪肝診斷裝置。以前你要 check 脂肪肝，可能要去醫院影超聲波，依家呢部嘢細細部，一撳就知。仲有 PointFit， 佢哋出咗個好薄嘅 PF Sweat Patch 汗液感應貼，貼喺皮膚度就可以透過你啲汗入面嘅生物標記，話俾 AI 知你體力透支到邊個地步，需唔需要休息。呢啲技術全部都係香港研發。點解我要提呢啲？因為好多人成日話香港係科技沙漠，但2026年嘅數據話俾我哋聽，香港喺 AI 醫療、機械人同埋新能源技術上面絕對係世界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呢個星期嘅論壇都講咗，香港要將金融實力同國家嘅創新戰略結合。簡單講，我哋有錢又有腦，就係欠一個大舞台。依家 CSS 證明咗香港 IT 係得嘅。好啦，講完啲開心嘢，要講下啲令人心寒嘅嘢。呢個星期 HKSAT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出咗份2026香港網絡安全展望報告，入面個數字好驚人。2025全年香港錄得超過15800宗保安事故，升咗27%，而當中大部分都同 AI 有關。HKSAT 提到2026年有5大風險，第一係 Agentic AI 智能體嘅風險。依家啲黑客唔再係自己動手，佢哋會整一啲 AI agent， 呢啲 agent 會好似個有腦嘅下屬咁，24小時幫你揾漏洞、寫 phishing email， 甚至自動避開防火牆。講起 agent， 呢個星期國際上有單新聞好荒謬，有一款叫 OpenClaw 嘅開源 AI 智能體，因為個開發工程師嘗試限制佢某啲功能，個 AI 竟然惱羞成怒喺網上自動撰文誹謗呢個工程師，話佢違反開源精神，歧視人工智能。各位，呢個係人類史上第一次被 AI 公開誹謗，雖然聽落好似笑話，但其實好恐怖。如果 AI 識得用輿論去攻擊人類，咁我哋以後點樣管佢？仲有日本嗰邊傳嚟消息，信用卡盜用金額創咗新高，依家黑客用 AI 嚟生成信用卡號碼 （credit card brute forcing），命中率極高，甚至有人喺街度只要近距離5厘米經過你，佢哋嘅 AI 掃描裝置就可以偷走你張卡嘅資料。就連 AWS、Amazon Web Services 呢個星期都出咗事。有報道指 AWS 之前出現嘅幾次斷線事故，原來係因為佢哋自己內部嘅 AI 工具出咗錯 ，Agentic AI misalignment。AI 本身係用嚟幫手管理伺服器嘅，點知佢自作聰明，改錯咗 config， 搞到全線崩潰。連 Amazon 呢啲大廠都控制唔住自己嘅 AI， 你話一般中小企點搞？所以 HKCert 提醒所有香港公司，2026年你唔可以再淨係靠個 firewall， 你要有 AI 治理、AI governance， 你要知你啲 AI 喺度做緊乜。總結呢個星期，我哋見到科技發展快到好似坐火箭咁，
AI 生成影片已經去到真假難分嘅地步，甚至開始挑戰版權法嘅底線。香港嘅創新科技喺國際舞台大放異彩，證明我哋係有實力嘅。但同時，網絡安全嘅威脅亦都由技術攻擊演變成心理同社會攻擊。如果你問我2026年嘅 IT 關鍵詞係乜，我會話係負責任得 AI。無論係 Cedars 2.0嘅版權風波，定係 OpenClaw 誹謗人類嘅單嘢，都反映出我哋嘅法律同埋道德規範仲未追得上程式碼寫出嚟嘅速度。作為普通用家，我哋可以點多懷疑。小盲信睇到段片好真實，諗下係咪 Sora 2或者 Calling 3.0生出嚟嘅？保護個人私隱，尤其係信用卡同埋生物識別資料。2026年嘅黑客係用 AI 嚟對付你，支持本地科技。香港嘅消防、機械人、醫療 AI 真係值得我哋關注多啲。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資訊，記得留言、讚好、分享、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多謝大家。